咩事啊？2日就係2日 ，Tesla 股價夾到上太空，爆升11.2%，隔籬屋嗰個納指升幾多？1.15%。呢鋪唔係叫跑贏，呢鋪係叫大盤食塵。點解啊？財經台話你知，因為 FSD 喺歐洲開綠燈，老細 Elon Musk 自己 call 誰10億美金掃貨，啱，全部都啱。但呢啲全部都係睇面嗰一陣。今日我哋唔係讀新聞，我要俾一套讀文心法你，一套睇穿 Tesla 呢場大龍鳳嘅心法。因為呢間公司每日上演緊嘢，其實係一場生死決鬥。AI 科技嘅神話對決親手造車嘅地盤現實。好，我哋先睇下今次嗰個神話有幾勁。一條問題 ，FSD 單嘢究竟係咪真係咁把炮？先嚟數據，大摩嗰個分析師 Adam Jonas 話 Tesla 值1040蚊，但呢個數字唔係重點，重點係佢自己揸完1400英里之後寫咗3個字：改變遊戲 ，Game Changer。呢3個字就好似一個咒語，搭着咗成個華爾街，搭着咗啲乜嘢？搭着咗個 SaaS 月費印鈔機估值模型。以前你睇 Tesla 係睇佢揸幾多架車，毛利率有幾多，呢啲係工業股嘅玩法。但係 FSD 一出，成個故事唔同晒。你睇嘅係月費收入、軟件升級、生態系統，呢啲係科技股嘅玩法。諗下。歐洲每年收 Euro3000月費，或者一筆過 Euro12000買斷，佢唔再係賣緊架車俾你啊，佢係將每一架 Tesla 變成一部識行識走、曉自己印人紙嘅 iPhone。呢個就係 SaaS 模式嘅屈機之處，可以將一間地盤老公司搖身一變，用個 IT 狗嘅方法去計佢值幾多錢。所以當 Musk 自己用10億美金真金白銀喺高位追可時，全世界都明晒。佢買嘅唔係車，佢買嘅係呢個 AI 印鈔機嘅入場券。好，呢啲就係佢威嘅地方，一個越見咁完美嘅 AI 神話。但係凡事都有個 but。夢醒時分，我哋蝕咗個 IG filter， 睇下盤數，核心矛盾嘅另一面，地盤現實有幾殘酷。第一個數字16.3%，Tesla 今年第一季嘅汽車毛利率，舊年統計係18.3%。數字最誠實，佢盤生意賺少咗，做乜搞成咁？呢度就要講一個概念：護城河。以前 Tesla 條護城河係佢個名夠響，技術夠勁，減價可以當係本商人用錢嚟驗死啲對手，擴闊條河。但而家呢啲數據話俾我哋聽，可能係尼龍十擊。睇下嗰個中國場，舊年8月一個月，比利特交咗37萬架車。蔚來3.1萬破紀錄，小鵬3.7萬又破紀錄。呢個唔係威脅，係屠殺。當你對手啲車又挺又靚，你焗住減價，咁就唔係擴闊護城河，係你俾人拉咗落個泥漿池，同人鬥平、鬥賤、鬥爛肉。第二個數字2萬架。Cybertruck 而家每年嘅銷量，當初吹到幾大啊？每年125000至25萬架。Tesla 甚至已經 cut 咗最平嗰個版本咗。翻譯翻咗廣東話就係劈炮無鬧。呢部萬眾期待嘅未來戰車，暫時睇係一部叫做好不作作嘅玩具。喺地盤話嘅世界搞創新真係燒錢又攞命。咁講咗咁耐，即是點啊 ？OK， 呢度就係呢條片嘅希錄嗰個讀文心法。Tesla 嘅估極就係一場 AI 神話嘅懷抱同地盤現實嘅瓜弓嘅爭議。你睇好 Tesla， 你信嘅係 FSD。機械人呢隻神話白兔，佢嘅增長速度會快過盤數變有水嘅速度。你係俾緊錢一個未來嘅壟斷者。你睇淡 Tesla， 你信嘅係減價戰、中國圍教呢隻現實瓜弓。雖然慢，但係一步一步會喺嗰個神話兌現之前，就將公司嘅盈利能力磨蝕晒。呢場瓜弓套晒嘅 check point 係2025年下半年平價車 Model 2出到世，呢個係瓜弓嘅大考。2026年 FSD 係咪真係可以揾到錢？機械人嘅的士有冇影？呢個係白兔嘅大考，呢個就係睇穿 Tesla 嘅關卡。以後唔好再問 Tesla 係工業股定係科技股，你要問嘅係究竟係神話隻白兔跑得快，定係現實嘅瓜弓來得快。OK， 學到嘢，但係最實際，而家嗰個價抵唔抵？
呢個問題嘅答案就睇你點樣計數。FSD 最後可唔可以有幾多人肯俾錢？平價車仲有冇肉食？每一個數字輕輕嘅變動都會令到個目標價差天共地。呢條數複雜過你阿媽嗰個 WhatsApp group。今日我哋俾咗個關卡你，但係真正嘅投資需要嘅係更加精準嘅計算。多謝收睇，記得保持思考，我哋下次再聽。Ciao。